哎呀，我的腰好痛，我要吐了！救命！医院在哪？快到了，坚持住！大家好啊，係我金家人啊。咁呢條片咧就係分享翻咧我5月初啊，大概10日前，突然之間翻深圳咧做嘢嘅時候，腎絞痛整個過程嚟嘅。咁啊呢條分享片咧，我相信咧可以幫助到咧突然之間生腎石，然之後咧好痛嘅人應該點做？嗱，咁就其實之前咧生腎石咧會令到咧腰部疼痛啦，其實我一早就知㗎啦。咁我亦都睇過好多資訊咧，就講得好清楚嘅。唔飲水，即係唔中意飲水嘅人，就等於慢性自殺。即係呢句説話咧，其實我都一直記喺心裏邊嘅。咁但係事實上啊，咁我確實真係唔中意飲水嘅。咁啊，結局咧就係影片一開播 AI 嗰段嗱，當日係一模一樣。我突然之間咧條腰好痛，右手標就痛到咧想嘔，跟住咧就諗辦法咧就係解決即係我個疼痛。咁我朋友咧就建議我食止痛藥，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即係有機會我扭親條腰，咁我唔知究竟發生咩事，因為就聽就聽得多啦，腎絞痛係咪生腎石？咁但係自己未親身經歷過咧，其實真係好難咧就講個感受出嚟嘅。嗱，依家咧我其實就去緊咧睇醫生嘅路上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依家我拍俾大家睇咧，其實呢條路啊，咁其實喺關口咧行過去好鬼近嘅啫。喺羅湖關口咧行出去，頭先你見到呢個新銀座水匯啦，前邊就有愛美健啦、羅湖1號啦，其實好近嘅啫。個關口行過去10零分鐘到啦。咁我呢一日咧，其實係第2日嚟㗎啦。第1日咧，我痛到阿媽都唔認得咧。咁其實我係冇即係睇醫生嘅，我係隔咗1日我先去睇醫生嘅。咁啊點解咧？咁因為咧就即係我上網揾啲資料啦，同埋我問朋友啦。咁朋友就話其實可以咧跳啊，係咁屋企狂跳，周圍走路，狂飲水，係可以咧就屙翻粒腎石出嚟嘅。不過咁太大粒就唔得嘅。咁我好記得㗎，星期1我翻去做嘢，夜晚就好痛啦。咁啊到星期2，咁我用一啲舒緩嘅方式，咁咧就不停跳啦，用熱水沖涼啦，用熱毛巾敷住個腰部啦。咁確實咧就係舒緩咗好多嘅，唔再痛，亦都冇嘔。嗱，其實腎絞痛咧、腎結石咧，令到我啊最辛苦咧，唔係單純係腰痛，而係痛痛下咧，你會想嘔嘅。嗱，呢個係最嚴重噶。通常腎絞痛出現嘅時候，有啲人就直情係痛到行唔到嘅。因為其實我呢10日咧問翻身邊啲朋友啊，我啲客咧，原來佢哋都試過嘅。有啲其實係兩 mm 嘅啫，有啲係0.3 mm 咧，咁佢哋都係可以痛到咧行唔到嘅。點解會痛到行唔到咧？嗱，大家可以睇呢個 AI 圖啦。其實就係你有粒腎石，其實去到0.3 mm 以上咧，你出唔到嚟咧，卡住咗喺個尿道嗰度咧，就會引致到咧個腎腫脹同埋發炎噶啦。咁樣嘅話咧，就一定會痛嘅，痛不得止喎，係會令到你咧作嘔嘅喎。咁好啦，咁即係如果遇到咁嘅情況，係有咩辦法咧？其實即係最好咧喺香港啊，梗係去急症室啦。咁但係因為我人在深圳啊嘛，咁嗰陣時我真係唔知有咩方法嘅，咁所以咧就網上揾咗啲方法咧，就不停跳，然之後狂飲水。咁但係如果你係作嘔嘅話咧，你狂飲水咧，其實係有機會嘔翻出嚟嘅。我係嘔咗6次嘅。咁啊，直至到星期3啦，我真係去睇醫生啦，檢查啦，就係嚟呢度啦，就係嚟呢間診所啦，福祥門診部，因為我貪佢近嘅啫。
重點就係咩咧？佢有衝擊波去做。嗱，衝擊波係咩嚟嘅咧？咁其實陣間咧有張圖啦，可以俾大家睇嘅。咁啊，衝擊波咧，其實基本上嚟講咧，就係話你如果唔想做手術，咁咧就想體外碎石，就可以用衝擊波咧就震碎嗰粒腎石，然之後咧就自己排出嚟。嗱，依家睇緊咧就係我依家係打點滴嘅，啊，做乜鬼咧？因為我星期三第一嚟咧，其實我想做埋走人㗎啦，我唔知幾多錢㗎，咁我就即係呢一日咧，其實星期四嚟嘅，星期三我做咗同一樣嘅嘢，咁咧就係抽咗血，咁啊然之後咧就驗咗血，佢就話我發炎，要消炎先，咁所以咧第四日咧，咁我先至咧就喺度咧做呢個衝擊波，咁其實做衝擊波好簡單嘅啫，睇完張圖咧就有片睇嘅，咁其實就你個人瞓喺上邊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腰部位置咧，佢就會有一個咧類似咧就係水狀嘅塑膠物體，應該裏邊都有水嘅。咁但係咧就係塑膠罩住啦嚇。然之後咧就透過咧呢個位置，然之後發出衝擊波。咁個醫生咧係會不停咁控制咧嗰個力度嘅。初頭咧你就覺得好似俾人打一下或者咧就電一下咁樣嘅。咁但係慢慢咧，佢就會加大力度噶啦，大概咧通常碎一粒腎石咧，我係5.89mm 啊嘛，15到20分鐘咧就完成噶啦。咁完成咗之後咧就唔係即刻好嘅喎，咁我都係痛咗幾日噶喎。咁嗱，依家咧我就即係邀請咗咧幫我主診嗰個醫師咧，就講解一下啦。碎完之後啊，咁啊即係應該點樣咧去排石咧？咁同埋咧就有啲咩注重嘅地方咧，就等咧呢位醫師咧就講解俾大家聽下啦嚇。我為什麼那個腰到現在呢還有點緊繃的感覺呢？是我這個星期喝水喝得太少，還是怎麼樣？不是，這個你碎石以後，它一個排石過程，啊，7到10天，這個中間出現什麼疼啊、吐啊、血尿啊，甚至發燒都會出現的。我沒有啊，但是我沒有，但是都沒有就不是一部分，不是全部都有。是剛開始2天比較好，就是痛完第2天沒什麼事。對呀，你這就是這樣，那一天睡了，我就跟你說呀，晚上不疼就不會疼了。但是這個地方最容易晚上疼，那個出口處那個結石卡到那裡，如果一打掉了就掉了就沒事了，有的幾下幾百下幾十下就打掉了。但是掉不了，一下子打過1天掉不了，就算掉不了了，就要晚上就要疼。我就說嘛，上一次不是有顆小粒在裡面，是不是還沒那個排出來呢？現在知道那過了晚上不再疼就可能掉了。我是不疼啊，但是有點癢癢的，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癢癢的是什麼東西呢？癢癢的，真的有點癢。等一會兒你再看一下嘛。就是要必敲多一次是吧？教多一次。再复查，這才去了幾天呢？這3、4天。星期6吧，星期天、星期1、星期2，對，才星期4、星期3了。對，可能以後再看一下嘛。如果是還是有的話，是不是要把它打碎呢？那不能再打。不能再打。越打越疼。那就是1個禮拜以後，它自然會掉，不掉了再打。就是打了第一次。對，都最起碼要過了1個星期以後對才能打，必須要隔1個禮拜到或者是4天，或者是10天，啊，就是我沒發燒，只是可能我去小便嘛，7次8次的時候，如果喝水喝得少，有一次就有點那個茶色的，一點點，那個是正不正常？血尿那個很正常啊，結石有血尿很正常。就是排的過程裡面都有可能是吧？對，那上一次不也有血尿好幾天嗎？那時候還沒吃藥嘛。那不叫吃藥不吃藥，這個血尿是很正常。它血尿分2種啊，肉眼血尿就是經眼血尿，就是纖維性底下的血尿，化驗單有幾個陰血幾個加號，那叫肉眼血，那叫經眼血尿。肉眼血尿都是自己也看到紅。我就是記得有一次拉的時候，
就是小便的时候，尿完就很痛，尿完很疼啊，对呀、你这是排出来还是怎么样？所以睡死以后啊，要憋尿，憋对呀尿就不疼，这就是因为尿它蹭住那个输尿管了，啊叫它胀起来了，它叫它分离了，它就不怎么疼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。嗱，咁啊，大家可能唔係聽得咁明咧普通話啊，因為呢位醫師咧就好盡責嘅，不過咧佢講嘢咧嗰個聲音咧就比較特別啊，咁所以咧大家唔明就睇字幕就冇問題嘅。咁或者我喺度咧就講解一下俾大家聽啦，轉述翻佢同我講嘅嘢啦。其實碎咗石之後咧有個排尿嘅過程嘅，咁咧就即係你一定要食消炎藥，同埋咧係。即係你唔好以為碎咗石之後咧排出嚟咧就完全唔痛，個尿道咧係會痛嘅，因為我親身經歷過。原因其實就係你排嗰啲碎咗嘅結石咧會割損你嘅尿道嘅。咁如果你哋想知得更多、了解咁多咧，就入佢哋嘅 Telegram 群組或者加佢微信啦。呢條片講咁多先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